睇睇今日新聞內容，主管港澳事務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喺北京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丁薛祥話：立法會喺行政主導呢個題目下大有可為，探索同實踐空間都好大，又希望立法會能夠產出更多符合香港實際、符合中央要求嘅實踐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朝早去到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啟芳同埋中聯辦主任周濟等亦都有列席。會議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馬逢國主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先發言，主題係關於堅定維護行政主導體制。李慧瓊發言之後，丁薛祥作出回應。行政主導啊，它不是僅僅是一個行政的事，不僅僅是行政長官的事情，香港特區政府的事情，也是立法會，包括司法，包括全香港各個階層、各個派別共同的責任、共同的任務。所以這個題目提出以後，各方面都要去加強研究、探索、實踐，不斷的去總結。特別是立法會在行政主導這個題目下面大有可為。希望在第8屆立法會期間啊，李慧瓊同志帶領立法會很好去探索、研究、實踐這麼個命題，能夠產出更多的符合香港實際的、符合中央要求的實踐成果。會議其後閉門進行，馬逢國引述丁薛祥之後再發表嘅講話，指出2025年係不平凡嘅一年，國家發展成績可圈可點，得嚟不易。佢特別用一個詞，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風景這邊獨好啊！即係中國咧喺呢方面係做得相當出色嘅咁樣。咁而過去一年呢，亦都指出咗咧，香港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具有里程碑意義嘅一年，包括就係第8屆嘅立法會咧係成功圓滿咁完成啦。咁另外咧係對一個突發嘅火災咧有咗一個好好嘅應對同埋處置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個就係國安嘅一個重要嘅案件咧係得到一個審理同埋處置啦。咁另外咧亦都係一個經濟發展咧，亦都取得一個新嘅突破。咁另外咧亦都係覺得咧，即係香港總體表現出咧喺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方面咧，係表現得更加主動嘅。馬逢國又引述丁薛祥話：今年係國家15.5開局之年，亦都係香港由治及興關鍵嘅一年。對於香港點樣喺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入面，令到自身得到更好嘅發展，丁薛祥提出5點睇法，包括對接好15.5規劃，堅持及完善行政主導，堅持維護國家安全同埋香港社會穩定，紮實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支持特區政府嘅愛國主義教育，壯大香港嘅愛國愛港力量。丁薛祥喺會上面祝賀李慧瓊出任第8屆立法會主席，指出李慧瓊嘅責任更重。李慧瓊話會同全體立法會議員一齊努力，按照丁薛祥、夏寶龍同埋各個領導嘅要求，配合支持特區政府做好5年規劃。丁薛祥尋日參加港澳政協聯組會，今次係佢連續第3年喺兩會期間分別會見本港嘅人大同埋政協。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喺北京報導。人社部話，15/5時期就業大局穩定，態勢向好，會努力為新就業群體植物權益保障安全網。文化和旅遊部亦都話，旅遊業有蓬勃發展嘅好勢頭，會加強整治虛假宣傳、強迫消費等違法違規行為。內地春節9日假期旅遊人次達到5億9600萬，花費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創新高。
上年全年內地有超過65億人次出遊，花費63000億元人民幣，都係歷史新高。入境旅客亦都有超過1億5千萬人次，花費超過1300億美元。文化和旅遊部話，行業呈現蓬勃發展好勢頭，下一步會以文旅融合為主線，推動傳統旅遊業迭代升級。但市場一啲老問題仍然未徹底解決，將會繼續加強整治違法違規行為。堅持零容忍、嚴監管，發現一起查處一起，該處罰的嚴厲處罰，該停業整頓的堅決停業整頓。去年我們加大了暗訪的力度，也加快了這個投訴辦理的力度和速度，查辦了一批案件，效果是比較好的。今年呢，我們還將聯合相關部門持續開展專項整治行動，這個重點整治虛假宣傳、非法招來、這個強迫消費等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話，15/5時期就業大局穩定，態勢向好，正會同相關部門編製就業專項規劃，並研究點樣發揮人工智能喺創造新職位同賦能傳統職位嘅作用。又特別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喺春節前夕探訪快遞員，並要求一定要關心新就業群體。對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人員來講，職業傷害保障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近年來，我們探索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今年試點將進一步擴大到全國範圍。同時，我們將鼓勵支持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養老保險，推進矛盾糾紛一站式調解，努力為新就業群體植密權益保障安全網。人民健康方面，衛健委話上年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係79.25歲，較2020年提高咗1.32歲，形容放眼中高收入嘅國家當中，都係令人驕傲嘅水平。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陳曉君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琴日出席全國政協委員嘅聯組會。佢話15/5係實現建成健康中國嘅關鍵時期，必須統籌謀劃，加緊推進，力求取得決定性進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星期五下晝看望參加全國政協14屆4次會議嘅龍工黨、93學社、醫藥衛生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聽取意見同建議。即將到38國際勞動婦女節，習近平致以祝福同祝願。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參加全國兩會的女代表、女委員、女工作人員，向全國各族各界婦女，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的女同胞和海外女僑胞致以節日祝福和美好祝願。新的一年，希望廣大婦女更好地發揮半邊天作用，為實現食物良好開局作出經國貢獻。習近平聽取委員發言後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國係中共中央作出嘅戰略決策。15/5係實現呢個目標關鍵時期，必須統籌謀劃，加緊推進，力求取得決定性進展。喺健全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優質高效醫療服務體系、倡導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同資源，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動，不斷取得新嘅成效。推動科技創新成果轉化運用，推進全民健康數字化建設，加強衛生健康行業黨建工作，調動廣大醫務人員嘅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弘揚優良醫德醫風，着力營造風清氣正嘅行業環境。香港電台記者劉景輝報導。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目前嘅地緣政治格局對香港有危亦都有機，尤其金融市場得益會比較大。又話制定今年經濟增長目標時，已經充分考慮地緣政治風險。中東局勢緊張，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一個講座嘅時候話：過去幾日香港金融市場相對穩定，認為以目前地緣政治格局嚟講，對香港有危亦都有機。我哋就見到好多資金呢就避險啊！喺其他市場，尤其是喺美國市場呢，見到有啲資金走過嚟呢邊。貿易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定嘅壓力，包括運費高。金融市場嗰方面呢，反而可能喺呢個地緣政局裏面呢，個得益會比較大啲。而總體嚟講呢，以我哋未來嘅發展，除咗國際面之外呢，好可能呢就要更加用好呢我哋內地嘅市場，同埋內地而家鼓勵啲企業出海，鼓勵資金佈局全球呢一個勢頭。佢上個月發表預算案嘅時候，預測本港今年經濟增長2.5%至到3.5%，咁又有冇需要因應中東局勢調整預測啦？我哋做預算案嘅時候咧，都有充分考慮過地緣政治風險嘅。但係未有打仗㗎嘛。咁所以喺目前嚟講咧，我哋覺得都係維持住呢個，我哋都相當有信心。不過我哋就努力啲，希望盡可能咧就靠高嗰邊實現嗰個經濟增長。佢又形容喺目前局勢下，內地係難得一個地方，安全又穩定，經濟亦都係穩步增長。內地作為本港最大經濟腹地，就係香港最大嘅底氣。香港電台記者賴以玲報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話：近期中東嘅緊張局勢可以更加突顯到香港作為安全港嘅優勢。特區政府會維持市場穩定，持續加大各方面工作。因為始終嗰個中東嘅地方，佢哋喺能源嘅輸出，又或者喺其他方面嗰個重要性咧，係都相當嘅嚇。咁喺呢方面，其實我哋一直咧都係有去持續去睇翻同埋監察，去確保就係話咧係我哋香港呢一面呢係點樣能夠適時咁樣呢係能夠去處理好相關嗰個情況，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呢，其實呢個正如我哋都一直以嚟係比較長遠啲同埋中長期睇到嘅，就係話呢，其實呢個時候呢，正正係凸顯我哋香港一個安全港嘅角色。呢一個呢，其實從一個可以話係政策嘅預見性啊，亦都包括我哋穩定性嘅角度呢，其實呢一個呢，都係正正係我哋依家呢喺呢個可以話係一個大變局之下嘅優勢。咁當然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可以話嗰個全球嗰個不確定性提升嘅情況之下呢，係股市作為一個嘅溫度計又好，探熱針都好呢，其實一定會反映翻呢個情況。咁所以見到個波動性一定係會存在嚇。咁但係我自覺得我哋作為政策嘅制定者同埋一直同埋政府呢，我哋就係要無論係咩變化都好，我哋做啱嘅事同埋做我哋應做嘅事，包括咧係持續咧係維持翻我哋個市場穩定，同一時間呢係推出唔同嘅措施咧發展我哋市場。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平台發文，表明除非伊朗無條件投降，否則唔會同伊朗達成協議。但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形容無條件投降係美國嘅幻想。阿聯酋國防部話，防空系統今日攔截咗嚟自伊朗方向嘅導彈同無人機。阿聯酋航空公司宣布，受當前地區局勢影響，已經暫停所有往返迪拜航班，恢復時間另行通知。元朗鳳翔路一個住宅單位朝早冒出濃煙，有大約30個屋苑住戶要疏散。警方話，一個31歲女人報案，話俾佢31歲嘅丈夫用手同刀襲擊，佢逃離單位之後報警。警員到場發現涉案男人倒卧喺行人路昏迷，送院後情況穩定。警方調查後話，受傷男人係一個餐廳東主，最近有經營壓力。案發前懷疑因為生意問題同太太爭執，入廚房攞走一把生果刀，期間整傷咗太太。佢之後反鎖自己喺睡房，用打火機點着床褥，然後從單位墮下。暫時將案件列作傷人、縱火及企圖自殺案跟進。